我哋童年時代啦，即係廿零年前啊，我嘅童年啦，嗰時候其實娛樂係點樣嘅？娛樂好多時候係嚟自電視，跟住之後咧，你7點半睇電視啦，跟住之後咧8點半個電視劇咧就完啦。你發覺咧，其實呢個過程咧，你係冇辦法去控制嘅，你只可以被動咁去接收一啲資訊，所以你係冇辦法咧即刻改變外界嘅環境嘅。而我諗，例如睇過一啲電視啦，或者電影作品，甚至例如睇小説嘅朋友咧，應該都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嘅，就係有時候有啲作品咧，你係需要啲時間去投入嘅。例如可能電影嘅頭嗰10幾分鐘係唔好睇嘅。例如我亦都試過睇過一啲長篇小説，頭嗰半個鐘啊，我真係覺得有啲悶悶地嘅。但係當我理解到成件事嘅全貌之後咧，我之後覺得嘅內容咧就係好出神入化啦。咁你諗下，我哋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咧？就係要啱啱講嘅 attention control 咯，就係我哋需要控制我哋嘅專注力啦，我哋要堅持啦，我哋要忍耐啦，等等，先可以進入嗰個理解啲長內容嘅時間。